第2章护法神。根据佛陀的教诲，停止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对他人产生无私、仁爱及慈悲的心。这些教诲后来被称为佛法，意思是佛陀教导人们如何正确的生活的方法。为了保护佛法继续被传授，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特别的护卫神，他们被称为护法神。这些护法神能帮我们消除在修行及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障碍。护法神共分为2种，分别是正悟的护法和未正悟的护法。正悟的护法是众佛的化身，例如西甲护法就是阿弥陀佛的愤怒化身。虽然他们的外表看起来很不一样，但他们的内在其实是一样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都是佛。对极了，很好。看看这4面大黑天，它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有些护法神是未正悟的护法，他们原来是一些灵体，被高僧降服后誓愿守护佛法。自过去的300多年以来，聂众护法的助手多杰扎甸就一直透过西藏神谕的方式给予达赖喇嘛许多忠告。我们可以向正悟的护法寻求皈依，却不能皈依未正悟护法。为什么呢？因为未正悟的护法不能引导我们取得正悟，因此我们只向3宝寻求皈依。如今，为了达至不同的目标，护法神将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以配合当代人们的需要。出于慈悲心，伟大的佛法大师们将许多护法神从印度带来西藏，目的是为了让佛法得以在当地茁壮成长。你知道为什么让佛法在每一个地方成长有这么重要吗？我知道，因为有了佛法，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痛苦都会结束，而我们也能取得正悟。在修行的层面上，他们消除我们在学佛和修行时所遇到的障碍，协助我们获得平静及智慧。有了智慧，我们的生活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世俗的层面上，他们为我们解决各种问题，并提供我们所需的资源，好让我们修行的道路更为平顺。比如说，如果我们拥有足够的金钱，拥有美满的家庭生活，那么我们便能更好地修持佛法。就像你说，当我们有了佛法，一切的痛苦就会结束，而我们也能取得正悟。这意味着我们也能成佛啊！哇，这简直是太棒了！护法神也能保护我们免于意外和疾病的侵害。最重要的是，正悟的护法将一直在我们的修行路上保护着我们。